兄姐妹平安，请听上帝的话语。诗篇24篇第9节、第10节：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天父，今天是4月份的第1个主日，也是棕树主日。棕树主日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受难前骑驴驹入耶路撒冷，当时的百姓夹道欢迎，手持棕树枝，以衣服铺地，大声的喊叫和散那。这也是应验旧约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所说的：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主啊，求你施怜悯，应允你的子民的祈求，赐智慧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何为当行之事，并得恩典的力量，忠实履行。接下来是几天的清明连假，求主保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清明时节追思家人的过程当中，不但能有意义的怀念在天家的亲人，更能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能够更积极地带领我们活出主的见证。更求主在今天的整个主日崇拜里面，从头到尾都与我们同在，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变局跟疫情当中，保守我们生活一切的平安，并且有主的看顾。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一起站立，用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大哉圣哉，耶稣之名，天上万军颂扬，天上万军颂扬，奉献冠冕，极其光荣，尊荣。作羔羊，都归配受羔羊。
圣徒天使赞美，呼叫天后。请依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阿们。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118篇1到2节，以及19到29节，在旧约的645页。我来诵读上半节，会众弟兄姐妹们诵读下半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慈爱永远长存。给我敞开义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呀，求你拯救，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上帝，我们理当用绳索把寄生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你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遵从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接下来，我们要为几件事情来一起祷告。第一件事情是为南太平洋的国家诺鲁共和国来祷告。诺鲁共和国呢，是全世界算是之前是非常富有的国家。那在国际上被称为是国际的科威特啊，也是少数现在跟我们有邦交的国家。我们
为这个国家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的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来祷告。第二，我们为台湾的卫理公会南教区来祷告，特别是南宫的卫理堂。目前南宫卫理堂是由高以林传道在那边负责。我们为南宫卫理堂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他们最近这个堂会呢，已经搬到新的地点。那这个地点以前是在这个偏僻的这个区域里面，那最近呢搬到大街上面来。我们相信在高传道的这个带领之下，应该是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第三，我们为台湾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神赐予智慧跟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我们也为台湾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造就祷告，也为台湾的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求主赐他们平安跟工作顺利。我们现在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我们请贺兆鼎弟兄来为我们朗读。经课第一处在以赛亚书50章4到9节前两句。以赛亚书50章4到9节前两句，教会圣经804页。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的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经课第二处在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教会圣经217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王，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以上是今日的经课。今天的正道经文在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也是新约的24页，由我来攻读。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诗班请。
谢谢诗班为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诗歌。以下时间，我们交由蔡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的证道主题为“那个骑驴驹的男人是谁？”那个骑驴驹的男人是谁？蔡牧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我们很喜欢圣经里面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带给人很极大的安慰。但是很多人并不晓得，其实这句话是对服侍上帝的人说的。服侍上帝的人，当你在疲乏、软弱、困倦的时候，让我们回到主的里面来，让我们回到主的里面来，来享受安息。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担子是轻省的，上帝的轭是容易的，不是我们认为的很苦、很苦、很苦。在苦的当中，我们能够有喜乐，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这个礼拜开始有这个春假的连假，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扫墓，或者是有做其他的活动，或者是家庭的安排。那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个时刻仍然都能够记得我们是属上帝的人。当然有很多人在面对清明节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时刻，因为信主的人，我们常常在这种清明节的时候，或是有家族聚会的时候、扫墓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有压力，因为不知道应不应该做，或是哪些事情是我可以做，哪些是不应该做的。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压力，是很多基督徒都听过这句话，叫做“信基督教，死没人考”。听过这个话吗？很多人都把它当作好像信耶稣的人是很不孝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错误的想法。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祭祖，不是祭祖，不是祭祀祖先，是纪念你的祖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家里面，如果你在纪念你的祖先的时候，我们可以带领家里的人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家人的同在的地方可以成为一个做礼拜的地方。我们透过唱诗，透过读经，透过祷告，然后分享我们的祖先，或是我们的离开世间的我们的亲人，他们曾经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他们曾经有一些什么样让你印象深刻，在你脑子里面的，能够分享出来。当你分享的时候，好像那个亲人就活现在你的面前一样。很多人只有祭祀祖先，但是没有纪念你的祖先。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人他在祭拜他的祖先的时候，在上坟祭拜祖先的时候，他说老爹千万不要在意哈，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吃这些，但是我儿子喜欢吃，所以等拜完之后，我要给我的儿子吃。所以重要的不是他的老爹要吃什么，是他的儿子要吃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纪念祖先，而不是祭祀你的祖先。如果你知道你的父母亲喜欢吃的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他喜好的这个衣物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他喜欢的是什么，那么就应当在他活着的时候，应当这样来侍奉他，而不是等到死了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基督徒的祭祖跟一般人的祭祖不一样。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祖先。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刚刚在唱的这个第一首这个诗歌的时候，这个第一首的这个大家一起公众的诗歌的时候，那一首诗歌叫做“贺他为王”，意思就是我们庆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王，进到我们的当中。各位如果在唱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能够想象这个去年这个英国女王过世之后，她的儿子来接任的时候，当他要接任王位的时候，各位知道现在能够有这种场景已经不多了。在君王制的国家里面，国王就任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所以当国王就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气氛跟看法跟态度。当我们从后面
我们的诗班还有牧师从后面这样进来的时候，好像那个君王列队跟他的卫兵列队进到这个礼拜堂里面的时候，要接受加冕典礼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首诗歌也是卫理会的诗歌。很多人不晓得，上面其实它的作者是查理·威斯理。所以很多人不晓得说，这首诗歌是我们自己卫理会的诗歌。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吟唱的时候，贺主为王的时候，我们真的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王，进到我们的心中。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的念经文的弟兄念到有一个词，他说是王，但是其实它的原字是主。可是各位知道王跟主差什么？知道吗？差在哪里？知道吗？王跟主差了一点，点在哪里？知道吗？上面，对不对？好，可是你知道差了一点，那个点是代表什么意思？知道吗？我们讲王的时候有点距离，对不对？可是讲主的时候是很靠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你的王，但是他也是你的主。你有没有离耶稣靠近一点？还是他只是王，在很远的地方？耶稣不单是王，他也是主。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里面，耶稣不是只有在高天之上，耶稣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这张图片有点有趣哈，各位知道这个很多人可能也从民间信仰来的，但是呢，如果你看到这个信，你会觉得会心一笑。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民间信仰的，你可能会有心有戚戚焉哈。有一个人，他这个开始信耶稣之后，他就写了一封诀别信。好，这个诀别信写给谁？写给这个庙里面哈，写给那个城隍庙的这个城隍爷，告诉他说，以前这个有到你们庙里面参拜啊，那因为现在我认识了真正的上帝，所以现在这个我已经认识了真正的上帝，所以现在我已经在拜上帝了，那所以现在就不跟你们来往了啊！你看他写得多好，对不对？好，那当然这个庙公也回得很有趣，他说，你去拜你的上帝，也不要管我们，你去拜你的上帝就好了。好，那是这个在代表什么？这个人他清楚知道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我要跟过去的这个神明，要跟过去我所拜的这些神，要做一个区隔。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做一个区隔，因为我只能够专心爱他，我不能够再爱其他的东西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还记不记得上一次这个圣光神学院的院长来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打仗的时候，俄国的士兵被俘的时候，他们被俘到拿破仑的这个军队里面去的时候，然后他们在这个阿兵哥的手上烙了一个烙印，烙了一个 N 的烙印，意思就是你是属于拿破仑的军队。好，结果后来这个阿兵哥他就把他的手砍掉，然后他把他丢到外面去。他说：“我自始至终我都是俄国的士兵，我不是拿破仑的士兵。”所以那个代表什么？我从此以后我不再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即使他曾经烙在我身上，都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我知道我是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谁，我们所信的是谁，让我们真实的在我们的信上面能够紧紧的依靠，紧紧的抓住上帝。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神恐怕不是这个民间信仰的神明、偶像，或者是这些其他的东西。会不会有可能你的金钱观成为你的神明？会不会你的工作成为你的神明？会不会你喜欢受人的称赞成为你的神明？或甚至有可能你的儿女，甚至你的父母亲都成为你的神明？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用爱来爱我们的父母亲，用爱来爱我们的儿女，但是不是把他们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可以去赚取金钱，但是不是把金钱成为我的神明。
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上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并且知道他是王，他是主，他不单是在高天之上，他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所以我们这一周的主日叫做这个我们除了圣餐主日，这一周叫做棕树主日。刚刚我们的司会有跟各位说明了，棕树主日是表示我们要迎接基督进城，然后来到我们的当中，这样的一个庆典，欢庆耶稣进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叫做棕树主日。但是各位知道，其实耶稣进城那一天很荣耀，但是苦难就从那一天开始。所以各位知道，从明天开始叫做什么时段，知道吗？叫做受难周，对不对？好，所以开始之后的时间叫做受难周。好，所以这个庆典完了之后，后面就是受难的开始。各位，我最近有在思考一个事情是，凡有庆典之后，必是苦难的开始。知道意思吗？凡有庆典之后，必是苦难的开始。各位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应该结婚了啊，已经知道了，或是你有看过婚礼，对不对？婚礼那一天非常的隆重盛大，哇，很多的这个人来参加婚礼，然后这个男生要穿西装笔挺，女生要打扮得非常漂亮，那一天是最荣耀的一天。可是各位知道，那一天过后，你要开始实做，你怎么样去爱你的妻子，你怎么样去爱你的丈夫，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位知道了解那个意思吗？啊，曾经我问过一些要结婚的年轻人说，你为什么要结婚？那很多人都说啊，因为我爱我的太太啊，我爱我的这个丈夫。好，那这个爱可以撑多久？这个爱可以撑多久？你知道，爱一个男人20-30年，跟1年爱20-30个男人是不一样的。听得懂意思吗？啊，1年爱20-30个男人很容易嘛，哈，有听过有人唱那个歌吗？这个下课10分钟他就可以恋爱了，哈，好，可能我这样好像透露出我的年代了，好，但是呢，各位知道，要爱一个男人20年、30年，那是不容易的。你每天跟他相处，你每天跟他见面，那个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凡有庆典，后面一定有苦难要跟着来。但是各位知道，那个苦难在婚姻当中不会是苦难，那是甘甜的。有没有听过有一个话叫做甜蜜的负荷？有没有？虽然是负荷，但是很甜蜜的。好，凡有庆典，后面一定有苦难。各位有看过那个就职典礼有没有？国王或者是总统就职之后，那一天非常的荣耀，但是后面的时间就是用你的后面的时间来验证你那个荣耀的身份是不是相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不晓得，我们来做礼拜，我们来敬拜上帝。其实，耶稣用他的生命来告诉我们，他是王，并且他用他的生命来实现给我们看，让我们看到他为我们受苦跟受死。好，所以棕树主日就是受难的开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预备看到这样的一个受难周的时候，一个荣耀的君王要进城，但是也是一个受苦的开始。上帝帮助我们。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以为说，比如说某一些人，他们可能就任某一些职务或身份，或认为说他可能是担任教会当中某一些重要的职务，或甚至是传道人或是牧师，好像很荣耀，但是那个荣耀后面要带来的是苦难的开始。所以棕树主日是受难周的开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处理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基督进城，但是耶稣进城的那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并且要进到那个苦难的当中。罪意味着死亡，但是献祭让我们晓得没有办法能够逃脱死亡，只有一个人来代替罪人死，才能够让人可以避免掉这个死亡的威胁，或甚至是这个罪的辖制。所以哪一位为我们死，就为了耶稣，为了我们来死在十字架上。很多人说，我怎么会是一个罪人？我不是一个罪人啊，我也没有杀人放火。我记得我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是第3代的基督徒，但是他其实没有去教会啊。后来他就是在教会里面，他听到这个牧师讲到说，我们都是罪人。这句话让他无法进到他的心中。他说：“我也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没有做任何的恶事，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可能会叫做大错不犯，但是小过不断。然后我们的小过，我们还觉得没有什么，可能你的小过就变成了是很大的问题。各位知道有没有那个经验，就是沙子进到眼睛里面，其实是很不舒服的。你说那只是一个小沙子而已，有什么关系呢？那个小沙子会让你的身体不舒服。同样的，一个小的罪都会让你的灵里面是不舒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人，一点点小的罪在你的心里面，你都会觉得那叫不舒服。所以耶稣都要为我们这样的一点点小小的罪，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只有他为我们赎罪，我们才能够就近到上帝的面前。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动物频道哈。我不是生物老师，但是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东西叫做驴子，应该很多人有看过图片，但是台湾很少，台湾很少有这种动物，可能你要在动物图鉴里面或者是动物频道才有这种东西。这个大只的，刚好这个是母驴跟小驴子，叫做驴驹子。可是事实上，各位知道驴驹子或是骡子跟驴又是不同类种的东西，知道吗？好，驴子是那个长的这个耳朵，对不对？但身材比较小一点。驴驹子跟骡子是什么？是马跟驴就是交合之后生出来的动物，叫做骡子，或是叫做驴驹子。所以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做？是因为让它可以同时具有马的力量，然后又同时可以像驴子一样，可以固着在某一件事情上面，让它可以按照顺序，可以一直持续的去做事情。所以骡子它是有一个用意在的，它具有马的力量，也具有了驴子的那个固着的个性，一个一直持续不断的执行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有人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城，成为那个国家的国王。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做所罗门。我们来看一下《列王纪上》1章33节，请大家翻开《列王纪上》1章33节，或是我们跟着投影片来念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哈，一起念来。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下到基训。”好，这个第一个骑着驴子的这个男人是谁？是所罗门王。他要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然后下到基训泉那个地方去。为什么要骑这个驴子？各位知道，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是一个勇士，是一个战士。通常他进城都是什么？骑战马，骑着马进城的。那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威严，那个代表我是一个得胜者，我是一个战胜的人，进到这个里面来。但是各位知道，上帝对大卫曾经说过，他说什么？因为你的手沾了很多的鲜血，所以你不可以为我盖造圣殿，对不对？好，所以谁才可以为上帝盖造圣殿？是这个所罗门。好，所罗门他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一个平安的王，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所以当他进到城里面的时候，他不是骑着战马，他是骑什么？他是骑着驴驹子，骑着骡子进到城里面。记得刚刚讲的吗？骡子有什么？马的力量，还有什么？固着的执行力。所以意思是什么？你是一个平安的领袖，你要带来的是你的力量，要服侍你的百姓。你的固着就是你要持续不断的做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骑着骡子进到城里的这个王，他要用他的力量服侍他的百姓，他要用他的执着把对的事情执行在百姓的身上。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有很多做领袖的人，他的力量不是用来服侍百姓，他的力量是用来彰显自己的荣耀。他的固着不是用来持续不断的执行，他的固着是不断的跟人为敌，或是跟人冲突，跟人有一些的不好的相处。这些的固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固着，你的力量要用在什么样的地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来的君王，他不是要像战马一样进到里面打败所有的人，他是要用他的力量服侍人的。
在教会里面，最好的领袖不是叫做出嘴巴的，不是只有在嘴巴里面讲的，而是要用你的力量去服侍人。所以圣经里面说，服侍带来的是权柄，服侍的权柄才是真正的你的服侍的那个动力跟来源，服侍才能够有那样的权柄。为大的做最小的，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罗门进到圣城耶路撒冷，他是骑着骡子，不是骑战马的。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9章9节，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的应用的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哈。虽然有点糊，但是希望可以看得到哈。一起念来：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亲爱的弟兄姐妹，领袖应当是这样进到城里面，不是一个好像让大家觉得哇，你们全部的人都要服拜在我的脚下，没有的。这个服侍，这个王，他是要来服侍人的。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荣耀的王是谁？诗篇里面，今天的宣召里面，诗篇24篇10节，他说什么？他说：“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荣耀的王不是要来彰显自己，那个荣耀的王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你的王是谁？你心里面的王是谁？你邀请哪一位王进到你的心里面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王是那个骑着战马战胜一切的王，还是那个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服侍百姓的那位谦和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的王也代表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样去想的。记得上次讲过了吗？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战场。为什么？因为你决定让谁管理，你就是属于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让那个谦和的王来管理，你的人就会是谦和的。如果你让那个台语讲叫做气压给他，知道吗？满身满刺的那种，你知道你带出来的就是什么？让人觉得你是高不可攀，无法跟人接近的那样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谁做你的王？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8节，一起念来。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番操作都是什么？都是当时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要迎接君王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要理解那个想法是什么。他们觉得哇，耶稣骑着驴进来，他要当我们的王，我们有救了。我们的有救是什么？我们不再受罗马人的统治了，我们真的有王要进来。他们真的把耶稣当成王，但是那个王是什么王？是政治上的王，是权柄的王，是要叫人服他的王，而不是来服侍的王。所以很多人把他的衣服搭在地上，很多人把棕树枝搭在地上，为什么要让王进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这个王是什么样的王？我们来看一下欧文牧师他说什么？他说他来到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景况，带来不同的目的。耶稣来，他不是要来得荣耀尊贵，不是要来拿这些的别人的眼光注目，他要来的是什么？他要来的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并且把他的力量他的服事放在所有百姓的身上。记得刚刚讲到的驴驹是什么？他的力量有马的力量，但是他却是顺服的，是服在这个主人的意思下的，他要执行那个工作跟任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服侍上帝是一件简单的事。服侍上帝，你要先对付的是自己的骄傲，是自己的自夸，是自己的那个不愿意。我只想要什么，而不愿意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很喜欢看到牧师穿这个袍子，然后带这个袋子。你知道有很多宗教信仰，他们也把这个当作装饰。你知道有很多宗教信仰，他把这个当作一个装饰，挂在这个脖子上。他们觉得这个好像看起来很神圣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很多人不晓得这个袋子代表的是什么。这个袋子代表的是轭，知道那个车字边那个轭知道吗？车字边那个轭是什么？那个是牛，要被挂在上面，把这个轭挂在上面的时候，它是要服劳役的，它不是要来做荣耀的，它是要来服劳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袋子不是要告诉我们说，哇，这个袋子有多漂亮，不是，而是告诉你，这是要服役的，服上帝的劳役，要去服侍人的。所以很多人把它当作哇一个装饰，其实那个看到的东西，就像看到十字架，那是受苦的记号，那个是要告诉你，我的罪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做这个棕树主日的思考的时候，其实需要有一些的反省，就是你的荣耀不是要为了要荣耀自己，而是要荣耀上帝。你的服役是为了要荣耀上帝，也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服事是为了荣耀上帝，服事是为了百姓，服事不是为了自己要得荣耀。我们很多人在教堂里面盖巴别塔，知道吗？知道巴别塔的意思吗？圣经里面巴别塔讲的是什么？当人开始聚集的时候，他说我们要这个不要分散在地上，我们要把这个塔建造起来，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那段圣经的话，巴别塔的圣经叫做什么？宣扬我们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然而在圣经里面，新约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教会的聚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知道那个差别吗？巴别塔是要荣耀自己的名，但是在教堂里面，在教会里，我们要荣耀的是上帝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这些人他们怎么样来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不但是一个邀约、邀请，或是欢迎他进来，而且喊的那个口号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好，我们常常在唱诗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都会讲到或是唱到这个词，叫做和散那。那很多人不晓得和散那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从这个注释书里面抓出来的。和散那的意思是什么？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用语，原来是一个祈祷词，它的意思叫做快来拯救我们，上主求你拯救，或是请赐给我们救援。所以和散那原文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是请救我们，帮助我们。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的话，请大家要记得圣经里面的小字是很重要的。各位请看一下，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小注释哈，请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圣经上有带着的话，在马太福音的21章第9节，好，那个小字上面哈，好，请大家看一下，如果有的话，请跟我一起念哈。和散那，和散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称颂的话。好，所以意思是什么？它本来是一个求救的一个用语。好像救命啊，救命啊！帮助我，帮助我啊！但是后来变成是什么？是一个荣耀跟称赞的。耶稣受到这样的一个称赞，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来，他要来施行的是这样的拯救，而不是要来成为一个打败所有敌人的王。所以福音不是什么？福音不是上天堂的福音。各位很多人以为说，我信耶稣得永生，所以我以后就这个平平安安度日啊，就不会有任何灾病。不是，福音不是上天堂的福音，福音是什么？是进天国的福音。天国是什么？天国是上帝掌权的地方，上帝掌权的所在，上帝同在的地方。所以你要进的不是天堂，你要进的是神的国。你要在神的国里面，让神来掌权，让上帝来掌管你的生命，让上帝来掌管你的一生，这样才是福音，而不是只是在期待着进到天堂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不是进天堂，而是要进天国，让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进城的时候，何城都惊动了。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
合成都惊动了，说：“这是谁？这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不认识耶稣是谁，他们只会感受到不安、惊动，但是不知道耶稣是谁。各位，如果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趣。今年我们读的这个主轴经文都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今年是马太年就是在3卷福音书里面轮流在读的。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耶稣降生的时候，各位知道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跟这里是一样的，请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在马太福音的第2章，你看耶稣降生跟耶稣要离开世界，居然这句话相当的类似。马太福音第2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2节、第3节。来念一下第2节、第3节，好，一起念来。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惊动，不安。耶稣来的时候惊动了，耶稣离开的时候也惊动了。耶稣来的时候不安，要离开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不安。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那样的一个差别？耶稣来有没有让你感到惊动？有没有让你感到不安？很多时候我们感到不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压下来的，或甚至是拒绝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彼得在圣殿里面讲道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听到上帝的话，心里面扎心，然后问彼得说：“我们应当怎么样行？”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常常是听到上帝的话扎心之后，然后就说：“我下个礼拜不来了，因为上帝的话让我扎心。”听得懂那个意思吗？你的不安、你的惊动，是让你感到我应该要怎么样迎接这个王，还是让你觉得我要拒绝这个王？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很多人用这样的方式迎接他，以为他要当政治上的王，但是耶稣说：“我不是，我是要来服侍人的。”耶稣是最没有架势的领袖，但是却是最伟大的领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耶稣是伟大的领袖，但是他是什么样的伟大？他是服侍人的，还是他只是要在台上得到人的尊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在这里面，有人认为他是谁？1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1节，一起念来。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好，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当中，有人认为耶稣是谁？有人认为耶稣是王，也有人认为耶稣是先知。可是事实上，他同时又是祭物，他叫做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又是祭司，他要把我们的罪过全然都饶恕跟赦免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赛亚书53章4节，我们来念一下。当我们要进入受难周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一段的经文：耶稣为我们背负的重担跟痛苦。以赛亚书53章4节，我们一起念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荣耀的王进来，但是这个荣耀的王要做什么？他要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稣来不是要当荣耀的弥赛亚，耶稣来是要当仆人的弥赛亚，是要服侍人的。所以耶稣的版本跟我们的不一样。很多人都有剧本，很多人都会期待演的剧就要像我想象中的那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往往上帝的剧本跟我们不一样。求上帝帮助我们，你期待的那样，不见得是上帝的期待，而是上帝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顺服上帝的话，并且照着上帝的话来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耶稣是万有的掌权者。耶稣是谁？他就是上帝，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祭司，他也是我们的先知，他同时也是我们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耶稣掌管一切万有，他就是王，他是我们的上帝。好，所以他不单是掌管一切万有，他在教会中也要做首做王，而不是在教会里面谁做主谁做王。
在教会里面不是牧师做主，在教会里面不是执事做王，是谁做主做王？是耶稣做王，耶稣做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不是符合耶稣的事情，我们都不应当去行，因为耶稣才是这里的王跟这里的主。所以耶稣既然是主是王，没有一件当行的事跟他的权柄是无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王是主，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跟他有关，包括我们坐在这里敬拜上帝都跟他是有关系的。第二个，耶稣是上帝所赐的圣羔羊，所以施洗约翰在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章29节。我们来看一下1章2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经文，一起念来：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看到耶稣，他说什么？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来不是只是要受人的服侍啊，我们要来服侍耶稣，不是。耶稣他是服侍人的，他要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过。所以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千万不是把它只有看到是一个装饰。前几天我跟师母去吃晚餐的时候，然后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这个身上带着十字架，因为觉得十字架很漂亮，包括我自己身上也带着。可是各位知道，当你看到十字架，不是要看到它的装饰漂亮，而是知道十字架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十字架代表的是我们的罪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本来应该是我们要承担的，但是耶稣却为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可以柔软在上帝面前，这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接受他的救恩进到我们的心中来。所以用正确的眼光来看耶稣，耶稣不是只是要带来荣耀，耶稣要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去服侍的。所以上帝将我们的罪归到他的独生子的身上，但是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要照上帝的旨意行。上帝把我们的罪归在他的儿子身上，但是耶稣说，我来是要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这个路是苦路。各位知道，如果有机会到天主堂，我们隔壁就有天主堂，当然它没有完整的苦路14站。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许周间我会放上这样的苦路14站的内容。苦路14站其实要让我们看到的是每一站都是受苦跟苦难，它也代表我们生命当中人生里面所有的罪都在那个地方，耶稣为我们解决了。最终的对付就是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十字架是上帝对付罪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罪得到赦免。第三个，耶稣是世人所期待的弥赛亚。这个期待不是他们真的期待，而是才是真正他们需要的那一位弥赛亚。耶稣来是要拯救人，而不是要这个定罪人，或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唯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的渴慕跟渴望。上帝帮助我们，让耶稣真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做王掌权，而不是把它放在一边，晾在一边，然后我们嘴巴里面说他是王，他是主，但是只是放在旁边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越认识上帝，就会越爱上帝，越爱上帝，我们也会越认识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在这一周的这样的一个进入受难周的预备，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迎接那个荣耀的王进来。那个荣耀的王，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跟驴驹子进来的，不是骑着战马，不是要打败你心中所有的一切，而是要服侍你，让你知道你在上帝的爱中，透过他的服侍，所有的罪得到赦免，你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启示录11章13节里面提到了，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愿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做王直到永远。他是不是你的王？是不是你的主？那个骑着驴驹的男人是谁？他是不是你的王？你有没有邀请他进到你的心中？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领受这一位王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进入受难周的时候，能够知道你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主，帮助我们除去心中的骄傲，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享受你，并且能够接受你的服事，让我们的一生
被你来掌管，你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蔡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棕树日、主日里面，预备迎接主为我们受死、钉十字架，并且赎回我们战胜死亡的权势。下周呢，就是复活节了，也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圣餐礼，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300首第1段，与主合一。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非乃主自己为我舍己。主亲手剥这饼，主亲自递这杯，我吃喝这饼杯，与主合一。我们请蔡牧师为我们主持圣餐。弟兄姐妹请坐。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月的第1周都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已经将近3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好好的来领圣餐，因为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以至于我们中断了一段时间，有时候又断断续续的，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能够真正的安静，可以坐下来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省察自己的时候。感谢上帝，让我们在今年2023年开始，我们有机会可以稍稍的安全一点，虽然还没有完全的解封，但是还是稍稍的可以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能够与弟兄姐妹来领受圣餐。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让我们省察自己，我们有没有得罪上帝或得罪人的地方。刚刚提到荣耀的王，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自己我们也当王，可是我们并不晓得，我们自己也在做主，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常常把耶稣放在一边，晾在一边，但是我们自己做王，自己做主，而且甚至我们以为那是对的。我记得我还在台北卫理堂当副牧的时候，我的主任牧师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是没关系，这个我已经跟他和好了，不用紧张哈，我已经跟他和好了。好，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真的不喜欢他，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糟糕的领袖，他是一个会压迫人的，讲话骂人不带脏字，但是是会伤人的。你知道我非常非常不喜欢这样的领袖。可是有一天好不容易有机会，他刚好因公事出差出去，然后我就代理他来带领教会里面的同工开同工会。可不可以知道，其实有机会上来开同工会很不容易。这个老大不在，老二可以上来了，其实是蛮好的。可是后来我察觉到一件事情是，我发现我的讲话、我的动作、我的行为，怎么跟我所讨厌的这个人这么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察觉到你很讨厌某些人，你很不喜欢某些人，你很不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可是你的行为、你的说话、你的做事跟这个人好像好像。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跟师母说，我怎么会
做出跟我的讨厌的那个人一样的行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省察自己，有可能我们会有敌意性的模仿，知道那个意思吗？你会不喜欢他，但是你偏偏就是会照着他的样式去做的。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太喜欢这些我们身边的人，或是长官，或是领袖，或者你身边你很讨厌某一些人物，可是渐渐的，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也跟他们一样。求上帝怜悯跟赦免，帮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都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怜悯跟赦免。包括站在台上的这个人也是个罪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跟赦免。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同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在基督里面，
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请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不论我们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或是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我们都欢迎你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代表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所以，也许你是长老教会，或是你是圣公会，或是卫理会，或是浸信会、信义会，无论我们是哪一个宗派或教会，我们都欢迎你。让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宗派。没有其他的别的教会，只有一个主里面的教会。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等一下，如果你已经预备好，就可以在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然后预备来领受圣餐。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话，你可以用你的右手搭在你的心上。虽然你还没有办法受洗成为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你可以用心灵来领受这个圣餐在你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你已经预备好，那就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来预备来领受。领完之后就坐下来，让大家都领完之后，我们再一起用。我们会有小童工会帮大家来喷上酒精让大家的手是干净清洁可以使用的。好，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来领圣餐。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让我们就在座位上站立，让我们预备来领受圣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拿到了，就请你坐下来，在位置上，我们安静祷告，等候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拿到，我们再一起来享用。这个饼不分彼此。我们吃的、喝的都是一样的饼跟杯，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体，不是我们比谁强，也没有我们比谁好，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是一起的。也许你心中有一些过不去的坎、过不去的结，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耶稣为我们受死，就让我们把这个坎能够过去，让上帝带领我们经过那个坎，并且让我们能够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合一，与我们的家人有合一，与我们的工作职场上有合一，与我们的人际关系上有合一。这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那我们也欢迎你能够把你的手放在心上，让我们用心来领受，用心来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我们也许有一些困难，在身体上我们无法有这样的记号，但是在灵里，当你信耶稣，你就有这样的灵里的记号，你就可以领受在灵里的圣餐饼跟圣餐杯。上帝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成为合一的肢体。我们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但是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合一。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怜悯跟恩典，愿上帝帮助我们。耶稣的身体，为你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
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拿到饼杯，让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口罩，来一起领受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我们用的当中，牧师要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下个月开始，我们要恢复到我们正常的领饼跟杯的状态，就是我们会到台前来领。那我们会告诉弟兄姐妹怎么样到台前来领圣餐。那我们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当然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也不断制造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的垃圾，还有一些的这个塑胶袋。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正常状态的时候，让我们用正常的状态来领受饼杯。所以下个月我们就会跟大家做预告，就是我们要恢复到正常的饼杯的状态，就是我们要到台前来领饼杯，求上帝来带领。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我们一起来念经。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一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圣餐礼到这里。我们起立，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清灵娘诗选300首，刚刚唱的第2段，与主合一。我与主同病死，不再受罪辖制，相随我那一死，却相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我们仍旧站立，让我们预备心来进行今天的奉献祷告。第一次来的朋友还没有预备或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安静的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衷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拥有的读书机会、工作、家庭生活，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是全赖你的恩典所赐下，所以你是配受赞美和感谢。现在我们愿意以面前的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献上，愿你悦纳。同时也求你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跟智慧，将这些的奉献能够运用在你的事工上，叫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感谢你的垂听，我们诚心的
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请坐下。我们进行今天的奉献。凡我向主所成，都是作死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第一位是杨律弟兄啊，在楼上啊，是好像是传财兄的朋友。是，欢迎，好，谢谢。第二位是黄静雅，也在楼上，是，好像是从那个美国回来的弟姐妹哈，我们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我们彼此问安，来让我们成为一家人。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问安的时候彼此拱手握手啊，唱到一遍之后再彼此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更多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
感谢主。我们回到位置上。接下来我们有一些教会的消息报告。第一点，我们欢迎今天实体跟线上聚会的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那今天为4月份的圣餐主日，同时也是棕树的主日，也请弟兄姐妹预备心，为进入受难周来祷告。第三点，我们教会的制服艺人学院已经开课，也请弟兄姐妹关心我们教会在社区的事工，也积极的参与课程跟祷告。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我们也接触到教会这边有非常多的不一定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透过这个过程呢，我们也能够得到很多的这些的关怀哈，所以也期待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那接下来的春假期间，从4月3号到4月5号，教会的办公室休假，从周一到周三的聚会以及制服的课程都会暂停一次，也请弟兄姐妹注意，我们教会的堂会开放的时间的安排。如果弟兄姐妹有紧急的事情，再请大家联络牧师。那适逢清明连假，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暂停一次，也就是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暂停一次。而下周复活节当天的主日过后，成人主日学照常进行。也麻烦所有的学员知道这个时间的安排。第6点，教会将于4月7号受难日晚上7点半举办受难日的祷告会。弟兄姐妹实际上方便的话，也邀请弟兄姐妹一起参加。第7点，大灾期即将要结束，到复活节前一天，我们透过这40天的大灾期，跟基督在旷野同受苦。那如果弟兄姐妹的身体许可的话，也邀请1天1餐禁食，1天1餐禁食。那如果你的能力许可的话，也可以将这1天禁食所存的餐费，可以为教会仁爱的奉献来一起使用。第8点，南教区呢将在4月15号借本会堂举办南教区的培灵会。那我们这一次是邀请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戴继忠院长跟我们分享信息。那在当天呢，第1堂是10点到10点50分，它的主题是跟随耶稣者。第2堂是11点到11点50分，主题是活出带出改变的生命。那也欢迎弟兄姐妹报名来参加，请向办公室的云卢干事来报名。那我们教会呢，卫理神学院的延伸班摩西五经的课程已经开课，也请为参加的学员学习顺利来祷告。第10点，教会周四的祷告会跟主日台国语的崇拜，目前是以实体跟线上直播来并行。如果弟兄姐妹有身体不适的，可以尽量采取用线上的崇拜方式。那弟兄姐妹呢，也可以为实体奉献，也可以利用转账奉献，请告知办公室汇款后的5码一例教会的会计作业。那信用卡的奉献交由办公室。第11点，111年的奉献收据已经放在弟兄姐妹11奉献袋里面，提供今年报税使用，也请大家留意收取。第12点，下一季的主日崇拜服事轮值表正式版已经张贴在教会的公布栏，我们3楼这边也有，1楼底下的这个公布栏都有。如果弟兄姐妹服事需要时间上做调整，请先与其他的同工协调，并告知我们的干事云卢。第13点，卫理公会发行的70周年纪念刊
现在已经印好了。这个特刊一本是200元，欢迎弟兄姐妹踊跃的支持来购买。最后呢，我们在楼下可以看到有那个以诺书房，在每个月的第1周，会在我们教会底下这边摆设福音相关的用品。那如果弟兄姐妹不见得方便到书房去，也可以在底下跟他们预定，那他们下一次会再送过来教会这个地方，所以欢迎弟兄姐妹支持跟参与。同时呢，我们也为底下的一些肢体来祷告，因为现在疫情稍微减缓，但是也请弟兄姐妹呢多注意自身的这个防护哈。也为确诊的家庭以及弟兄姐妹身体的治疗及恢复祷告。特别我们为以下的弟兄姐妹有身体不适的或是相关的这个情况，包括周老师身体的复原，薛雅文就是在美国的吴燕英的母亲，还有一男姐妹的脊椎，曾王爱玲术后的复原，还有黄婉子、孙妈妈。刘世文的听力，还有孟庆兰的呼吸顺畅，梅琴姐的眼睛术后复原，家芳姐妹的身体复原，还有我的母亲素云姐妹坐骨神经疼痛，还有邱薛秀雪术后的复原休养，郭敏玲的身体检查顺利，黄礼苑的在家的休养祷告。也为庆辉弟兄的母亲复原的休养，还有为传财的朋友何安源的右肾肿瘤的祷告，为美满姐妹术后的复原祷告，也请大家为我们教会的长者们的身心灵健康代祷。今天的主日信息默想。这边有3个题目，等一下我们在订阅中，也请弟兄姐妹之后可以按照这一个题目自己来做这个默想。我们一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蔡牧师带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在何处，祝福都随着我们，让我们所到之地，也将祝福能够来影响别人，使人因我们也蒙福。愿你施恩看顾，祝福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阿门，阿门，阿门。订阅。我们在订阅中也请大家坐下，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的事工代祷。如果弟兄姐妹有病痛中还有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或是到前面来，牧师要为你祷告。我们在订阅中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